啦，佢有可能咧就加速呢個中概股除牌嘅程序。嗱，呢則新聞咧，其實幾年前都曾經有出現過嘅，咁嗰陣時咧都令到好多美國中國概念嘅科技股咧喺美國咧大跌嘅。咁大跌完之後咧，咁結果好彩啦，咁冇進呢個除牌程序啦。咁但係咧就啊令到啲股價咧跌咗唔少嘅，所以咧好多人對美國嘅科技公司咧中概股咧就喺非常之咁加審慎，夠膽咧就睇得太過樂觀嘅，所以我哋見到股價咧始終如果係兩地有上市嗰啲公司咧係特別脆弱嘅，咁你可以留意得到。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一旦真係實施呢個中概股除牌嘅情況一旦出現嘅話咧，咁難免港股咧都係會受到好嚴重嘅衝擊嘅，因為真係科技股上面有唔少嘅股份係兩地都有上市嘅。咁但係當然啦，我哋港交所亦都呢度有新聞講咗啦，做好咗準備㗎啦，即係隨時都係迎接呢啲中概股回。咁當然對港交所嘅股價係有利啦。咁我諗係淨係得港交所有利，對於呢一眾嘅科技股咧，肯定不利，一定係先跌死先嘅。咁啊跌到咩位置咧？唔知。所以我自己對今年科技股、香港科技股咧個隱憂咧就會再睇大單少少啦，未必夠膽持有呢啲股份過市嘅，好可能真係等佢哋真係徹底退市啦。我自己覺得。你真係徹底退咗市之後咧，啲股價咧先會有得吸引到即係國際投資者或者北水或者香港嘅投資者咧去進場。否則個個都認住你會退市咧，會俾人哋有大幅沽壓嘅壓力嘅話咧，係冇人夠膽持有嘅。所以我哋見到點解香港即係上市嘅呢啲科技股個 PE 咧依然維持得咁低嘅，就係咧始終有手王係咧喺美國市場。我哋都見到啊，其實好多而家啲科技股即係。有啲冇喺美國上嗰啲都唔敢上去㗎啦，咁就呢一樣嘢大家要留意翻啦。香港嘅科技股到底未來應該點走？我都係建議寧願等佢真係退咗市之後跌晒啦，之後先開始部署會更加之好。咁就睇下吧。